各位 Reference Church 嘅弟兄姊妹平安。Reference Church， Hello Reference， 祝賀 Reference Church。 Hello Reference Church， 恭喜 Reference Church。 Hello Reference Church， 祝你哋 Happy Birthday Reference Church， 我祝福你。祝 Reference Church 1歲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Reference， Happy birthday to Reference Church！ 生日快樂啊！生日快樂1周年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Thank you for the moments. Thank you. 佢話求我哋主耶穌基督嘅神榮耀嘅父，將嗰個賜人智慧同埋啟示嘅靈賞賜俾你哋。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主超過我哋所面對嘅紅海，亦都能夠知道神對你哋嘅呼召係有何等嘅榮耀啊！無論係1年前、1年後、10年前、10年後，我哋都能夠靠住主嘅力量，因着呢一份嘅專注，我哋一齊同心嘅服侍主。真係大大使用你哋，使得救人數天天加俾你哋。I real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treasure here, and that treasure is the anointing, and it's the presence of God. 喺至聖嘅真道上咧，要造就自己，成為社區嘅燈台，眾人嘅祝福。去得着神要俾你哋每一個嘅產業。我哋祝福你好似約瑟咁樣多結果子嘅樹枝，並且咧亦都好似泉旁多結果嘅枝子。同埋咧，你哋嘅福音嘅工作或者你哋嘅果子咧，結滿探出場外啊！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杆直跑。真真正正成為一間1歲嘅教會。祝福大家。好，加油加油！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但呢句嘅金句呢，成為我哋日後日子繼續上路嘅一個座右銘。